個冇晒咧，反而會覺得好難受、好焦慮，成個習慣冇咗咧，令到有啲人咧會自己就降低咗個性慾，或者提高咗自己對性愛嘅焦慮。咁甚至有啲人戒完 A 片，連啲色情嘅圖都唔睇，哇咁都得啦啩？佢心諗，但係佢其實仍然落到場嘅時候咧，仍然都有勃起障礙。點解咧？好簡單，因為佢平時都唔運用佢嘅陰莖，但係之後咧一落場就要想做愛啦。咁簡單啲嚟講，即係一個平日都冇運動嘅人，你一叫佢落場咧，就叫曼聯對阿仙奴咁樣，佢嘅表現會唔會好咧？佢一定唔會好嘅。所以我呢個身心整合療法就係讓到男士可以減除對 A 片嘅依賴啫，但係逐步嘅，亦都可以咧令佢用一啲唔同嘅運動訓練翻個陰莖個靈敏度，亦都運用緊呢個陰莖嘅，令到各樣嘢幫手之後咧，佢可以成功咁樣抬起頭上嚟重振雄風嘅。好啦，希望呢啲資訊幫到你，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有問題可以 PM 我，Ivan，希望幫到你。